再来看咱国道客运是真歹做，即马根据公路局的统计，去年敢若剩29间咧做尔，收入是58亿外，比疫情进前是减42%，这人也减少36%。公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顶礼拜搁一摆提出要来起运价，互民众真烦恼，这车票敢会对得起咧？即马公路局是表示讲，底图是有 T-Pass 月票，所以影响会较少。目前的方向是要依次补贴运价。乘客排队依序上车，通勤坐外口客运往来台北家人，也毋过国道客运业者最近几年的经疫情过了后更加严重。根据公路局统计，去年只剩29间业者经营总收入58亿外，比疫情进前减42%，差不多破一半，少42亿外。这车人次也比疫情进前缩减36%，载客率严重落败。公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专联会去年提出运价调起案方退回，顶礼拜佫提出。维持7%到23%的调幅，民众烦恼连带影响票价起价。票价不调涨的话，我觉得这是好事。对，因为毕竟票价一涨的话，其实整个我们的不管是因为上班族、通勤族其实蛮多的，而且我们从基隆过来真的很多人，所以其实我们的成本负担也变很重。油价下调的时候，票价并没有下调，对啊，那是不是油价下调，那它的票价也要下调？国道客运的运价我18年无调整，公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专联会指出，运价调起案虽然包括中长途、短途，也毋过目前短途有T-Pass月票对民众影响较细，也毋嘛政府会当维持补贴，避免运价起伏反映伫票价上。对此，公路局回应保证方案，原来建议偏向继续补贴运价。这个中长途的部分我们建议是不是可以票差的补贴啦？那这个通勤通学的部分因为现在政府行政院有 T-Pass 嘛，那通勤通学的部分就 T-Pass 会吸收。运价之后的票价的部分的调整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会研拟相关的方案，当然也有补贴。另外，机车定检费为1997年实施以来维持80块，无起过。考虑燃料物价成本拢起，4月起会头一摆调升为100块，有过当年增加1.5亿经费。环境部表示，由空污基金全部支应，未影响车主。80块调涨到100块，每辆车补贴100块。那这100块呢，是由环境部的空气污染防治基金来补贴给机车行定检站跟一般民众呢没有什么影响。环境部表示，空污基金用来支出予机车行，当年大约6亿。去年机车高检数786万台，高检率79.35%，补助6.29亿，创5年来新高。记者综合报道。